哇，接收到这个觉得好有趣哦，那个时候就把它咬成下去。好，不是要大家讨论这个位置的事，但是很有趣哦。为什么你接收到这个新讯息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些灵感进来？因为人都是喜欢好学的，人是好学的，但是在好学的过程中，有些东西我们也不小心把它学进来了。比如说，我们学了我们爸爸妈妈的脾气毛病，有没有？我们都继承了爸爸妈妈的财产，有没有？好，大家都没讲话。我又没有拿到钱，我没有拿到房子，各位，那不是钱房子的问题，是各位真的都继承了各位我们祖先爸爸妈妈的家业。不相信的话，如果回家看看家里有，还有爷爷奶奶还有阿祖的照片，拿起来，拿他们年轻的时候比照一下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我小孩的脸怎么跟我阿公的脸年轻长得那么像？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对照过？哎呀，我的脸怎么曾经跟我阿祖的脸年轻那么像？还是都没有照片，看不出来。我们都继承了我们各自生命中家庭的这些家业，我们也都在运作着释放，所以我们都会把生命往外去推。当我们谈大国、谈小国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想到现在的大国际观是哪一个国家感觉最强盛？应该大家都会觉得美国目前是最强盛的，因为它有一个一国之主，非常的狂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台湾有没有很薄弱？台湾算是很强壮的国家，还是很弱小的国家？小国，小国。对，那我们就来想想，就现在的国际观，我们从内拉到外，当他拥有那些条件的时候，就会有大国的风范。但是在这里，大国的风范，它指的不只是经济，不只是战力，它指的不只是这些所谓外在的能力条件，它指的是能够往内自己去反思，往内把文化融入。所以，如果就候选人国际观来看，候选人站在这边大声跟大家说：各位前贤，各位大国君，我们非常幸运生在台湾，台湾是一个宝地，台湾所有吃素的人口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。因为我们人口多还是少，比例来讲，其实我们人口不多。但是呢，台湾这一块宝地，纵然现在遇到了现在少子化危机，因为年轻人都不敢生小孩，因为我们都会跟年轻人说“气心多命”，有这句话很耳熟吗？国语叫做“气心”，还要努力，命还要拿起来努一下，好像很可怜的感觉。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词出来？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，我们流露出来的言行举止，小孩子会不会学？或许相信，现在美国最大，各位认为美国现在是最大的国家，因为总统他也是流露出他的家庭命脉的言行举止，他在统治这个国家。但是统治跟带领还是不同。台湾为什么说候选人认为它也是一个实际在国际地位上，它算是一个大国？我们不分财力，不分兵强之力，但是我们分的是文化之力。各位请想，台湾目前有几种语言？大家想一下，可以讲。现在说《道德经》要讲的这个叫做国语，那以前我们《道德经》讲的是台语。另外呢，还有我们道场现在还没有推行的，还有什么语？客家语，还有呢
有没有？其实光一个台湾，它这么多的种族融合在里面，种族的包容有没有一样？但是有没有很团结？有没有谁会去排斥谁？有没有你听到有人说客家人或原住民，然后我就排斥你？有吗？台湾就是一块宝岛，没有人排斥任何一个跟你不同种姓、不同种族、不同所有文化的人。但是国外有没有某些国家不要指出来，他会去排华，有没有？他只要看你黄皮肤、黑皮肤的，还有种姓的这种歧视有没有很多？有哦。所以各位，台湾是不是一个大国？因为文化，因为所有的这些尊重、包容，我们这个国家完全都存在。只是各位，生在台湾好不好？好，这样讲我觉得好哦。本来候选是打算说，现在少子化，然后钱又不好赚，觉得生在台湾好不好？大家可能会说很辛苦。但是候选比较了之后，大家就会觉得台湾真好。我们住在一个宝岛上，有没有很好？真的很好。好。那就像，其实大国它能够之所以下国，也就是它江海能够成为海国，因为它把自己的身段出来。台湾的执政也是这样，我们的君王有没有把自己的姿态演出的很所以当他姿态艳丽的时候，人民是不是就越自由？人民的文化、人民所有一切活动，是不是就更加的自在，没有被束缚住？所以真正的强弱之间，不在于我们眼睛看到的大与小，或者是强与弱，而是你要用心去感受，你正在经历过的这个过程，你的内心所发生出来的、所发射出来的那一个信念。好的国家让人民开开心心，不好的国家让人民不良生命。所以我们能够生在这一个国家里面，脚踩这片土地，我们要不要很感恩？我们要不要很感谢？我们要不要做一些什么来回馈这一片土地？要。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，物极必反，焉有道下这件事。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，会不会它又开始是另一个循环？各位，那你们开始感恩的时候，子孙会不会基因里面出现感恩的基因跟能量跟细胞，会不会跑出来？会。那所以你现在开始在循环了吗？那你现在有感觉到地球在天旋地转当中吗？你有感觉到现在在天旋地转吗？没有哦，是现在明明在天旋地转的。其实讲高下，或许用了一个图让大家来看一下。你明白了人世间所有道理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分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地球，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球，我们每一天24小时，它就会自转，自己转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，它去自转。然后地球还会公转，它除了自转以外，它还会绕着太阳系，它每365.25年，它就会自己移动的速度哦，每秒30公里。你说每秒30公里多少啊？就是每1公里，它每1小时它跑多远？108000公里，多还是少？1小时跑108000公里。台湾有108000公里吗？没有呢。那你想想哦，它除了自己转，还要去绕着太阳星公转，有没有在天旋地转？有没有在天旋地转？所以当我们说高下，《道德经》在第2章里面它提了一个有福相生，难以相成。
刀下相亲，刀跟下其实它是靠在一起，它其实是互相依偎的，所以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刀下。所以各位请先，当你开始要发脾气、耍个性，45度角要抬起来，这个时候要怎样？想一下，我有没有在天旋地转？如果你转了，你的子孙也会跟着转；你不转，子孙的命运不会转。那一样的道理，当我们明白整个宇宙之间的所有生命力，它是不断的在互相孕育，不断的互相在成长当中，其实我们就会了解到，天下之聘，聘常以尽生，以尽为下。八仙来解释：重刚从柔，静为造君，永贞。天下之聘，聘呢，它是指母是雄，那聘呢，主要是孕育生命的生机，它是生命的本源。所有的每一个再强壮、再有个性、最刚强的人，都是由妈妈所生。这应该大家不会有意见啦哦，都是妈妈所生。那妈妈的母性有没有非常的厉害？各位贤贤有看过最近有一只很红的日本一只猴子，然后网络都在传那只猴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？日本的动物园有一只猴子，也是，它被妈妈一出生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它就被遗弃了。那遗弃之后，这只小猴子就自己在生存。那日本呢的猕猴，它有一个生态圈，就是公猴啊，它会去杀死小猴子，因为公猴为了要让自己的地位不断的往上升，它就会故意去杀这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猴子。那所以啊，这只被妈妈遗弃的猴子呢，它在园区里面，它算是人工饲养，慢慢长大。那它都自己一个人，一只猴子啊，不是自己一个人，那就自己一只猴子呢，它就会乖乖的，但是它有时候也很调皮哦，因为赤子之心有时候调皮嘛，小朋友会调皮，但是它只要看到小猴子靠近，它就会自己赶快闪开。它已经昨天呢，有个影片出来，它在它旁边哦，自己躲在角落睡觉。有一只小猴子出生，好像几个月的小猴子，2个月小猴子就爬去它身边，它靠在它身上，然后它都不敢动。平常它要赶快跑掉，因为母猴会来攻击它。它母猴攻击它的原因是怕它杀它的猴小孩。就它睡觉的时候，那只小猴子就自己爬到那只被遗弃的比较大一点的猴子旁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